嘿，好。严守万岁，天公明啊！哎呀，大家有平安无啊？大哥，好鬼差，你嘅故草限财，我们太岁大招啊！唔知现在到哪位咧？谢大哥，你看前面系马嘅手菜啊！哦，哎呀，众兄弟呀，你已经投为了啊！啊！投为了。风吹沙滚。
参见师父。罢了。手也凉，手必凉。师父，但不得为时趁水有一救不了。多不少，度度好，四年。用办，想我千年两生千年，以往必同相生，都是一轮12年，用办了拜，为按做就倾向呢？因为已经虽俗，也得修行保体，几廿年前就已经过错4年一轮咯。哦，4年一轮啊，错啊！不言而喻呀。想我才要先到，千年修行，自蒙他人得头登仙，一了众仙排练，属玉凤的凤凰。不过那爱得头登仙，玉凤听下了规矩，必须要优先采了人间所采，请到整体老珍宝，吸收其仙气之气，方能得脱相爱。了几百年来呀，未能踏成寿宴呐！哎呀，也拜可爱的，爱为师父取得人间正天。挨来为师父起来人间珍宝。哦，今日就可敌人间正体，老人间珍宝，他为何物啦？师父啊！正体该意思嘿呀！真生来不梦来自啊咿呀！你老兄弟怕吗？臣呐，老娃兄弟合成啊，为呀咿呀，提来枪啊兄弟来看是中嘿呀，有对真体来呀，看呐，对真体来看呐，中嘿呀，起呀，师兄对于师兄来讲，真实不行；理性对于生者来讲，真实不行。诸分因一体，诸
众神说法，那不得你听，这不得真佛法，可以用来说明事理层浅不同的含义。因为诸佛给以你体为众神说法，有钱必成，因是合理。哦，哼哼，小肥牛，小肥牛，老俺笑了。为师还忙有强盗，可点人间珍宝为何物啦？当然没地呀。哎呦好，今日讲来为师堂看哪嘞？师傅，你堂的。尊上的爱，该呀师傅，该呀师傅。连用波斯就不糊涂，先到保护阵一起。该都是谁呀小友，谁呀小友。错年运波你呀啥不你啥不啥通。啥通 people 汉虎虎吴雄三勇滨水路沿用发明是同爬路。三强你后春三甲随他爬披龙爬树。叔父保护全靠了同田五福。同田五福干牛不如牛不如，也是等闲神技专用抓宝神器。这回事来抢告你，上一拜作宝的时间，你讲该哪一项宝物，爱莫输到了玉葫芦地度啊？咦，错个，这条神奇宝物，上一拜好像已经全部数枪枪嘞。生财，真是一派胡言！爱做到这条的宝物，也无神级顶上九天呐。看来此前的宝物非比一般，为师希望你也一拜的作宝，爱天爱倾倒人间珍宝，得头顶先是指日可待。你等，我让爱大点子写了。遵命。师傅，你堂一枪有人从入仙道来了。奇怪呀！先到马蹄古道边，陈塘小巷爱望显脸。师傅，理睬了陈山宝坛，天灵之所修炼，不
本来只有高山党的人移山所居，从未忙时由其他人来到城那边过。几条人，几条是马啥呢？这是马人讲来探究金库，自己son来放地钱票，有我海多此地同山来呀，来呀，同山来该呀。就有青岛对对岸培养过海嘅人类，好像迄来也会开垦嘅哦。不过，佢哋用办去平地开垦，用未来到山党，敢不是甲平时用嘅是头苦事咩？佢哋多次生发，被天面临三大嘅难题，一係面对两片险恶的环境，而是面对原本代替了山党好的创人，批判利益的上长，俩提什么？就是开垦水源难求的危机呀！哈，眼前有俩山太难关哦，今眼看来，佢哋一定冇可能生存下来。多催眠，咩群高嘅人下天天。不过，我有一种嘅感觉，佢哋唔像係高路嘅人行呢。哎呦，佢哋一定係高路嘅人下。好嘞，你哋唔是上長，咁我哋就嚟看佢哋有其他嘅彩條，但司機那度不宜。師傅不宜用辦。盛宴好通，有五风四义，还世俗之恩高，以西归八风是冲天之爱哟。爱下家人，垦树代表写起了，率领垦夫数百苗，对云林丢了北宋，由南看公得了，顺南看海，向东南开垦土地。因为通体风烟漫草，遍地莫草，逆府松林啊，故名为
父母中啊！我哋尊天敬地，唔违背三家人嘅精神，爱写起了爱攀山梯，爱廖小义，我等3年在生前共勉，共同开垦台湾家园，上至于共一仆云天，肝胆相照啊！三界有滴水之恩，兄弟无配于之情啊！开垦那是那葱啊，都系丰富汉体呀，中家兄啊体呀，就请一人盖上地呀。生财必有啊，光胆啊，酒啊酒啊，他家来开子体呀。三坛小义。谢太公，从此不问你我，上世于穷，开创2年未来，建立2年家园呐！好，开创未来，建立家业。来，2年再来祭拜三家呀！好。佢哋拜嘅希望啥？三界呀，我们的是来路嘅神仙啊！哦，我记咧，可能是八公八婆变家孙的三界呀。八公八婆那有孙的啦，你莫乱讲话啊！就嘟嘟好三界咩？你哋会看嘛啥？会讲合法咯？我讲下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！众兄弟啊，挨发到2位冇带你，只有挨到，冇想到还有其他的客家人啊。哎呦，家里又有朋友咧。错噶错噶，唔啲2位朋友唔啲爱用扮称呼呢？才下相望明显的，了了爱是爱属下人啊！哦，属下，难道是有钱的客家子弟身边有家同梅乡伺候等啊？哦，下哥，请问一下，你哋来台湾有一久了呀？有几百年了。啊？几百年？没，係幾百天了。哦，原來也係老艾你差唔多嘅時間到位呀。係呀係呀，跟你哋可有安居之所？哎，艾你就帶了父母眾位，那麼去遐，也做在老艾你鄉下帶啊？此地本來有錢多，搶地多嘅冇錯，冇想到已經變成一般嘅環境了。天涯托疏水破衣，穷是土票，走西
春风娇艳是美丽，有一生之花开喜莲意。此处何时献上计呀？有海白亦有江平。来，有话坐在张公啊，坐在张公。你讲的冇错啊，都中来到啊，都会风普旱地呀，也无马该年言托辞啊，现在衰量幸福数百名，对云林丢了背手。有南汉公等了，尊南航海，兄东南，托此开垦呐。嘿嘿，俺哋有限的时间，就在村庄周边种嘅桃树。几年来，桃树种嘅也青果态，春来一到，一片桃花林，本人看了赞满嘅爽快呀。果然让人称父母中嘅风波旱地，眼前情况是爱拖延一般了。童言。好像有比父母中还较好谈哦。没想到，你天界面对险恶环境的难题，记都已经解除了。谢太哥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来请教你啊。畅所无妨啊！先前有千多闽南种族的人到此开垦，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平地的蔬菜，为嘛个遇到没选到了春啊别国的蔬菜来开垦呢？你也是山上无爱好啊！是喽，太年他见你金子一米你台基，你台基啊！下面流民老番民，头南来台，头南来台，难关哪里哟？万步吐台建立三条，其中第三条我提出来会开土严肃，呀，因此禁止我们来台开垦，呀，条件里造成沿下家人来台开垦自己的严富啊！好怪菜哦！该处禁令，爱你做伪兄弟，怎能多次开垦？不过啊，做已经比个种族人有较慢调一些嘞。唉，爱你做伪兄弟，怎能多次难去承拿别国的蔬菜啊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爱来问你的一个问题。哦，小姑娘，是老阿叔按下去，有嘛解放你就讲啊。你都无强相的兄弟，不过又是兄弟相称，也是为嘛解呀？哦，原来俺问俩个问题哦，小姑娘，虽然俺哋来自无穷的家乡，来自无穷乡的肢体，不过俺哋为了开创梦想，理想背井，永途无水沟，一路互相扶持，才能到了台湾。俺哋就像家人一般，不说，俺哋是重情重义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的结拜兄弟。是结拜的兄弟，又像是一家人安情。哎呦，俺要我见堂就见糊涂咯。哎呦，人家
家讲做车大夫真用体，结派嘅兄弟哪有可能讲乜嘅情，讲乜嘅义，无理上可，一派无言嘛。师傅啊，为我哋请几回来吃他妈的，看记得是真结拜，还是假兄弟？谢太公，你哋本是燕风一路，往南山体开垦而去，四面八方何处是家？泡水落叶，何喜何穷？乃对乃未来，家就乃未去呀。虽在大兄，但也要错自家的主人，松树上就自家的天言呐。用那马船呐，一途啊流啊，排除难呐关呐，决心坚强啊。文化中啊出啊，和平共荣啊，安身啊，民啊命啊，永在呀家乡啊。你讲的了这个想法。敢是你自己的公务吗？上官太体呀，上个呀个指引，本来你有肯定开心呐。这三个那太呀体呀，俺都三个呀。哇，你有看到马街么？看到嘞，记得你应该天个南关来了。何必爱看结拜本喜喜，哪有兄弟真情义，真那情义。哎，我冇跳啊，嘿，听下闲聊的，冇乱做哦。哦。师父命爱来跟随，大谈喜事喊嘿嘿，朋友结拜真情义，开两
大少爷啊，眼看就要团了，要准备本大家开始来讲中，故说，你要家家请高水言呐。谢大哥，我看俩夫君，俺哋顺差嘅差唔多咧，应该往东南方。做唔得，呀东南风的山党，万万不可去啊！那无水嘅，给你就冇你去单枪去打落嘅水，呀，根本冇那钢铁，给你就要等死了。唔是在讲了，俺讲做唔得就做唔得，你走。行啊！实在认为，唔是茶谢太高咧，等俺哋请到水源头，大家就有好钢铁，到时佢就会干抢俺哋咧。好，演落去。好像是从你很痛哎，莫非俩地方早早就有年代呢？往山当下。好，马开你，这样。三江塘沽，曾有金呐，大得一群，给三天人呐。做起欢迎移民，一台湾亲切，记得聪明，共办基础，才归给台湾国。做起那个地方，主要有南坎、少里、桂林老巷的世界铺路，成为南坎西山，除此拼搏创以外，三天海口巷是太雅族基础的素材，早就对这条家下内在黑人呐。新生听有该心嘛，四面埋伏，不留情。
将下岗人呢？你，是你丢。你过分！啊！发生嘛该事情了？上当有人攻击爱你，啊！哈！3年了，俺没跳过一个，俺没跳过一个。哦，你哋此心人命哦，此人爱赔命的，到底人系嘛啥？此世界，嘿，我是在讲了。照我看来，你哋总会有人爱去官府认罪，那么等到官差来查，大家就唔是上帝了开垦神法咯。你很爱吃嘅，一人做事，一人担当，去到官府认罪。诺诺，现在爱你从你今天，怎会发生今天两件事情？应该由俺去承担。那你出来，你丢都老爱都进来。哎你，在3个月前结拜，有情有义呀、爱是2条为太过啊，保护你丢，是爱的经营，爱去认罪呀、谢太公，好了，马该龙师公了，兄弟呀、太公，那还唔在你的身边，你就爱太太公好好照顾其他弟兄，一听爱情到水源，不爱你的种子，能得老土耕种，神种发啊！你我有缘再做兄弟儿了。谢太公。罢了，谢太公，谢太公。奇怪，师傅，你唔系老外讲？人不为己，体灭天诛。此理真心修为之路，两群行人糊里糊涂，太难临头是一步。两条行人真天书，结拜天宗太过来说，情义之体我都来说，但愿此意永久长留。
义，才下潘山台。
看头艳夫士，一眼望下，眼看下滚滚一流，黑山水呀。此乃是富贵之用，不参天他敢气象之体兄弟你肯用的以山脚含厚，最美有时，唯独奉天降中，炎灯炎下残水，一曲少里太康来干家，所见的路线老风雄飞行。撒下来，客家气象，慈悲义难，顺势为，如眼里看当下太磨坊的总务，手里里看当下。手里路行的路木、木、河木、车木，手里里赶路去的旁木、烟木，客家气象，记录原先都有丰富的产水，还有刺激的水饺。有水源可以灌溉之下，开垦有神，记得开垦之子，团结之力，善良之心，梦想完成了。开始记得全心给神发落。
师傅，你看，客家人民有了水年了后，开始佢哋有全新嘅想法，做得更重要嘅啊！佢哋有前港一通，不分主呀嘅开垦土地，数位家园。师傅，两位原本吹做来开垦嘅，大部分係河洛人，不过到後來煞變成客家種，係乜嘅緣故啊？俺兄那言言有其實，你也聽一氣。菩提平吉，歡歡求喜，老太雅族，和平共處，天呀天意，呀天山。破光之年，來春之拜拜，客家人真正就來呀眼裏，真義向此，開墾土地，天呀望台灣就來呀標記，所呀是實現了開墾改善的，一表苦他艱辛萬苦艱辛長有了。長有了此啊地呀，一片天地呀。唔會偵查，客家人嘅精神，捱你看在眼內，土以真心嘅支持佢。那位啲俩從久記，但係會將師傅強用有8年嘅修為。人類也冇暗藏嘅宿命啊！還係會將師傅強用屬青島嘅文土。咩唔係咁容易？那位看乜嘅當年啲俩從久記呢？愛靠從言子孫，我用版從言子孫啊！靠家。
水烟黑太阳，飘扬仙花黑下岗，我出水烟黑太阳，飘扬仙花黑下岗。对我，俺这是太阳小乖咯。这两衫迄中度香度嘅阿妈拿来做嘅，好看嘛？好看，好看啊！阿快呀！哎呀，阿快，阿爸讲迄几片啊？哦，安江啊！这衫嘛，迄中度香度嘅阿妈拿来做嘅，好看嘛？鲁蚂蚁。两位小姐，你做乜雞？哎，上台啊！阿爸，爱安都旁尊难啊，不跌。牙子啊？唔系啊，看较清楚诶，俺迄件老妹，伊迄牙齿。你用袂按路上咯？嗯，牙子嘅命按到。你母伊，俺按到把伊。俺有毛毛呢，翅甲本有翅甲肥。俺母你，你母牙子，我做乜解啊？做乜解啊？讲啊，讲啊！死狗夫！我们哦，家下爱东西跌退，我们去有看到吗？迄跌退乜个东西？来推你母牙子。啊，跌退一只鞋。哈？你个孩子？唔系啊，唔系啊，鞋子。车子。哎呦，爱老你阿狗对面无法可讲啊！上卡快到诶，爱去甲迄阮牙子。真的。来咯，来参考，来咯！阿凯，今日我朋友你嘅唱歌跳舞，真好看哦，你去看嘛？哎，你来去啊！爱没爱听啊？听乜个听啊？有人嫌你去嘿，这位地方，但是你讲的去就做得去嘅素菜。唐你嘅意思是讲，我有人上秋，怎做得迄款泥雕唱歌跳舞嘛？唔但像係安樣，還愛聽一位最高貴、最有地位、最老氣嘅人神像，怎做得起？哦，
按高贵、按有地位的人，是嘛啥？天才天变，胸眼看唔到诶。这就全才人前。当你出去打屁啦！我冇骗你啊，我讲嘅是正经嘅。我唔知你是按高贵的多呢。俩下人生地哦。哎嘛哎呀，我有命啊！哇，一小姐啊！你按高贵的人，伫眼里客家话会用般称呼，你知冇啊？我唔知嘅，你要搞我啊？我教你啊，很多狗毛马。狗毛马，俺娘讲错冇？错。所以讲，我是狗毛马。哎呦，娘都喊标准哦，还一百，你看到你就按用自我小鸡啦。所以讲，我爱老太家讲，我是狗毛马，喂！错。你俩狗毛子，想骗人出跑！你谈的是啊？我带下本人的认准是嘛啥？救命啊！来有你就按用又唱又跳，到底都会庆祝乜嘅事啊？也是千古老嘅传统哦，只是庆祝放暑嘅一年。哦，原来你哋没有老爱共用嘅庆典，你哋客家人係乜嘅呀？这嘛，Amy，8年年尾嘅時節都會慶祝到。感謝上天，本人一年四季年地太陽樹，所以古時都為盼廟會來執正神。只不過 Amy
莫像你哋安样庆祝嘅。今年就系两万型嘅庆祝咯。这嘛，等忙，下你去去上看太平庙落成，到两时，我一天带你向下去。好啊，今ngày你就按你决定了。下你来那片草地休息一下。讲真经嘅，自从你哋客家子弟漂洋过海来到了桃园，亚飞嘅城巴变得较安定咧。了花两办公，因为啊，艾哩了位本来系个大祖群嘅所在，有青岛嘅人来了经商赚钱，大家抢固定起家。了今年，南兴二条带来嘅古族，初度嘅人哪有咩好事？爱掉也咁亲你哋，唔但将无脑下面，还拿客家人结拜做兄弟，两尊年年强下联手，团结一心，太自家怎有列平安嘅日子好过啊！恭喜贺宴开天路，听见安乐多心那苦，你来保重爱开水，但愿喜归杜公啊树。撒下来，我希望嘛，看爱更加努力打拼，本太自家嘅年龄，还较好过，还希望有一天。思念送进梦故乡，可是常能见过头，望见阳台他白囊，似有万般该出草。这几年，蜻蜓已经开放，有青岛嘅乡亲接来祈祷嘅情谊，我诚心祈求天公吧，我做呢事业成功，将老我现在故乡嘅野儿接过来台湾，嘅就太好了。点赞莫有，你爱多费心，今年梦啊就才不演嘅所菜了。林妹啊，你嘅黑话讲嘅真好啊！那是因你两沙向下神花，敬爱嘅人生就喊卡圆满咯。歹势，歹势啊！李母义呀！
做权嘅人，那是正经人高兴，敢做得向下先发么？林伟，因你是无强做权嘅人，哪有可能向下神化啊？真难讲啊！你为大病离家乡，为了开客你也忙，可不亲解好对象，为你三餐是健康。为你三餐是健康。天落唔下，落点东，奉先来的水天用，做后你三马师兄，吃姑娘高粱风高风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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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姑娘高粱晚风高风。好大两高两女风高风，你俩乱拍就爱破乱讲，看天为你自己很死痛，夜天下山为你来拍两个那悠悠的哟。义工解放没有痛，看身旁难过动，管的主权不相同，有人做判，做判也强送来哟哟的哟。单吹大鼓男生多，文言必须男生好。阿哥心中有姑娘，姑娘心中也有个我那悠悠的好。爱天公人就会抢哑巴，爱爱老哑巴讲，爱爱土姑娘啊！俺没有听。太面神啦！客家人嘅文化无强用啊，细妹人家总唔得去家去讲情诗啊，三吧。俺又唔知，你要搞俺啊？不过啊，我有一些嘅担心，阿爸唔会中意你啊。为嘛解啊？孙难哥，为嘛解啊？孙难哥，为嘛解啊？为嘛解啊？为嘛解啊？阿甜妹，阿甜妹，来这坐。阿甜妹，我问你，既然你的心内有我的心内冇你，咱呢，咱两人之间还阁有啥物问题？先生讲哦，虽然讲爱你有几个，不过爱讲爱某卡嘅人，唔肯认你对方，故说爱唔敢答应你呀。为什么恁家的人会唔肯和我结婚呢？因为你是好老人，唔是黑人。就算我是客人，我嘛是人啊。政府也无规定，
客人，袂使嫁互好老人。阿天妹，你就答应我，只要咱互相依爱，何必烦恼这么多呢？我就是做唔得答应你啦。你，我唔知你是这种的查某人，个性脾气，有够歹，今日总算予我知啊！这种的太太，我无爱。那么阮来新主牌啊，会倒头栽。你要安排呀遵从父母学命上，费事甜妹爱脾气啊。传统本是路开命阿天妹，阿天妹，你着莫生气嘛。迄人讲，小妹着无好话，我是一时冲动才讲出迄款话。阿天妹，你着莫甲我叫气啊嘛。马萨，爱让你生气。我一个好天妹，我认定的天妹。是我的牵手，天顶的仙女啊，我嘛无想啊。我会认真面对这咱的情书啊！今生的志愿，甲你结恋哪着？天将
真的吗？我一个好甜妹。客家老梦，老闽南少年，天破苍云老恨少年。花草堂本好笑颜。师傅，你看，记得有公子传后台，建立安道的幸福家园。南无下凡传香烟。师傅，你看，大家无行乜街呀？爱看几条涂个戏猫儿呀，难道是为记得金钱搭棚的金宝，给上海呀所起的名义吗？两会三界呀，我偏担。理解只因不平凡，我应该力量来家园。
奇妙开工了！去到咸海橋，早期來台灣開闢，常用勇氣、勇火台做神明的文字，就地奉祀香火的信仰。客家氣象鮮明，經過土海開放、種族漂洋的過程，現在人火也很難免。開闢鮮明新高度的不安，是要求出神明的庇佑，作為祈求精神的中心。說了下，俺們有了快慶的行動，有了東西村人鄉村通用的神法，加上子孫傳人的傳統，大家出錢出力，用觀音的信仰為俺們送金鳳嘅三傳太子，體現三言語，未來日本人民安定嘅理由。上了天梯水三強嘅神靈，能永遠庇佑後代子孫，祈求萬年平安。各位山南鄉親啊，三元宮今年開始舉辦蘇東太傅遊，有請子弟班來打把營，也有提倡客家大師，還有提倡梨園一團來做個平安夜。2點半上棚，上棚之前，俺要盼着本太之家世界平安，接下來就來看太戲。我看到咧，盼到俺都裝作哦，嘅人數更有啦，更是要我哋來聽書。該是好哩。好，大家來聽書，來聽書。來，潘大師啊，潘大師，嘿嘿。哦。
来，施救，来，施救，来，施救，哎，施救，来，施救，哎，准备出差了，草叫菜，皮长浑身干。客家汉半夜，学菜牛片汤，酸菜论足多，不论菜条。来，爱你好，也会感谢彭楼主安养心地道，从面好盼到安排长哦。唔是客气呀，我应该爱做嘅啦。万年楼主好，请你一定要念念下。迄记做得客厅嘅，各位强势神明爱对身高，马萨对嘅身高度，就会马萨做楼主。有贵家生意啊！错嘞，请问今晡日嘅平安记，佢会做哪一出啦？
唐公爱做《西游记》哦，孙悟空泰山盘丝洞。哦，今天傲慢可开，我会想过卡多年来钓闹热。错啊，难得一年一派潘庙会，大家抢下来参加，安用闹冲，人气张威风啊！错错错！啊哦，事件到嘞，去旁当准备铜锣鼓，大家的家家吊灯的看戏咯！天啊！
了。那三年强所敬奉的三官太天，是本了天地水三官的神明，令得永久庇佑后，祈求万年平安，让人鼓励到其他族群所能接受的天地水此言崇拜的三官太天信仰。哦，为了贵族边俩三官太天总管了天同天父，会用见一切的事情哦。他讲要放上天是眼里的头家，佢三官太天就是讲你眼里的主官咯。用委托伊，猜爱心肝都有带了，准备通天五风一葫芦，随得为神归天请报。
啊，客家气象啊，我要向啊，我啊老痛。半城过路，五马三横啊！师傅，伯父如何将油指引伯父嘅所在？我呢，只爱用心观察。便能看见人间的宝物。这一步就才对头。来看。万事既来查，再走情。你部秋菜对碰。奇怪，师傅。你那係乜嘅人間寶物啊？用你係解除聽。開看我嘅是難成功，再走起。第三步，韭菜改片。来看。山水寒爱几来开呀？
师傅，你那是乜嘅人间宝物啊？哎，你哋都唔错了，俩真系人间客家人最珍贵的宝物啊！